上一集我同大家講過，你喺日本拎嘅人工並唔係你真正攞到手嗰個數字。有好多觀眾朋友睇完之後問我，咁究竟係咪日本消費太貴，定係人工太低呢？但其實呢，兩樣都唔係全部嘅答案。真正嘅問題係日本呢一個系統嘅本身呢，佢係點樣設計，令到你自然而然咁樣儲唔到錢。所以個重點就係，並唔係你同埋我唔夠努力啊，而係你跟住呢一個系統去行，而呢一個系統並唔係為咗你同埋我去設計㗎。こんにちは，又是媽媽です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個頻道。咁我係香港人，今年移居日本第6年，咁而家就住喺日本嘅新潟市。上一條影片就有同大家去講過喺日本儲唔到錢。咁其實當其時主要都係講呢一個社會嘅現實啦，同埋我自己嘅個人體驗同埋感受。咁因為收到好多觀眾嘅留言啦，咁大家都好有興趣知多啲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今日咧就再 deep sit 啦，咁再同大家咧去講 deep 啲。咁到底係咩原因去令到我哋儲唔到錢呢？咁喺日本企業有一個傳統就叫做年功序列，就係年功序列。咁意思就係你做得耐，人工就自然會升。但問題係，當你係一個20幾歲嘅新人，你嘅人工係人工表最低嘅一格。就算你叻過你嘅上司，你都要等，你就要等你上面嘅人咧去移動佢哋嘅 pat pat，咁你先至有機會上位。咁等幾耐？有機會你可能要等10年。喺呢10年，你嘅人工係會唔夠用嘅，因為你要食，你要住，你要交稅，你又要社交，咁你邊有錢儲呢？咁仲有呢個系統係假設你會喺同一間公司做一世，就叫做終身僱傭。咁但係其實喺日本而家好多公司咧都守唔住呢一個承諾㗎啦，但係依然會用呢個系統壓住你，令到你唔敢喐。因為喺日本跳槽有一個唔成文嘅代價，咁你要放棄喺而家呢間公司咧，你捱咗幾年嘅年資，咁而去到新公司咧，你又要由人工表最低嗰一格去開始重新嚟過。咁而呢兩樣嘢就係令到有打工仔自願去困住自己嘅結構。唔係因為你冇選擇，而係因為你以為冇選擇。咁喺上一集咧，喺日本儲唔到錢嘅影片入邊咧，我有講過所得稅同埋住民稅。咁仲有一樣咧，就係你住喺日本每日都發生嘅，就係銷售稅啦。咁而家日本嘅銷售稅咧，就係食物就8%，咁其他嘢咧就10%。咁我哋試下計一計，假設一個月嘅開支係15萬yen，消費稅咧就佔大約係12,000至15,000yen左右啦。咁即係每年嘅消費稅咧，大約就係佔咗18萬yen左右。真係呢條數唔計唔知道喎，真係。日本係一個咧非常依賴銷售稅嘅政府嚟嘅。政府就話係為咗呢個社會嘅保障。咁但係對我個人嚟講，基本上我每一次打開個荷包咧，我都係喺度交緊稅㗎啦。咁日本嘅銷售稅嘅演變就係由3%、5%去到8%，到而家10%。而呢啲數字咧，只係會越嚟越高嘅啫，係唔會低翻落嚟㗎啦。咁我就做咗一啲 research，咁我話啲數字俾大家聽。咁咧根據呢個2025年咧咁嘅所得稅啦、住民稅同埋社會保險，仲有呢一個消費稅咧，合計嘅負擔率大約就係46%左右。咁我相信無論熟悉或者唔熟悉日本文化嘅觀眾朋友，都應該有聽過就係日本嘅飲酒文化。當收工嘅時候，你好想即刻翻屋企，但係上司就會同你講：今晚一齊去食飯啦。呢一個就係日本打工文化入邊最恐怖嘅地方之一，就係飲み會。你嘅上司咁樣講咧，其實你係可以唔去嘅，係冇人會逼你去。咁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唔去，你就會成為嗰個 cookie 嘅飲み會，你唔識得閱讀空氣嗰個人啊。而呢一個咧日文就叫做同調壓力。咁一次嘅飲み會大約就係4000至6000yen啦。咁其實呢一個數字咧，仲係講緊你一次會啫喎，其實都未講你2次會、3次會嗰啲噶咯喎。我哋簡單講啦，咁就淨係以1次會啦。咁因為日本人去飲酒咧，飲完第一間鋪頭咧，咁可能又去第二間鋪頭，咁佢哋就會叫做1次會、2次會，甚至會有3次會嘅。咁咧，淨係以1次會去做一個舉例俾大家咧。咁一次使4000至6000yen不等。咁一個月閒閒地2至4次嘅飲み會，其實都唔係太誇張㗎咋。咁淨係用喺飲み會嘅消費上面咧，你每個月可能就唔見咗1零2萬yen㗎啦。用呢啲錢咧就去飲你唔想飲嘅酒，同埋去講你唔想講嘅廢話。最重要就係浪費咗你嘅時間啊嘛。咁同埋日本係一個非常重視送禮文化嘅社會嚟嘅。咁你夏天咧就係お中元啦，咁冬天咧就係お歳暮，咁而新年咧就係お年玉。咁同事生仔你要送禮啦，朋友結婚你要送禮啦，搬屋你又要送禮。咁每一個節日咧都係一個預定嘅支出。呢個唔係你想與唔想嘅問題，而係你生活喺日本呢個國家，你跟翻人哋嘅文化，你就冇必要咁樣做。
如果你係外國人，以為自己唔需要跟，咁你咪又係成為 outstanding cookie 嘅 Yomi，唔識得閱讀空氣咧，硬係要同人哋格格不入嗰一個咯。咁如果你決定要咁樣做個同事咧，你亦都要有承受壓力嗰種覺悟咯。咁粗略計算咧，Nomigai 再加呢個送禮文化咧，每年嗰個隱性支出大約可以係20至30萬 yen。係唔拍呢個話題嘅影片咧，都唔知道。我同大家講一個好有趣嘅發現，就係咧，日本係全世界最多人將錢擺喺銀行嘅國家之一。日本家庭金融資產大約有2000兆 yen， 但係其中超過50%係現金或者存款，係擺喺銀行度唔喐㗎。咁而日本銀行嘅利息係幾多？哇！呢個犀利啦！各位觀眾朋友，你要坐穩啦。長期以嚟係0.001%，即係話你存100萬 yen 喺銀行，你每年嘅利息咧就係10 yen。呢一個係30年通縮年代咧留落嚟嗰個思維模式，錢唔會升值，但係至少唔會跌。咁重點就係而家唔係通縮年代啊嘛，而家係通脹嘅年代啊嘛。你將錢擺喺銀行度唔喐，其實實際上就係你每年嘅購買力都蝕緊嘅。你100萬 yen 存款，再加呢一個0.001% 嘅利率，去對比呢一個每年2% 嘅通脹，就即係講緊咩咧？即係話其實你每年實質損失最少2萬 yen。所以個問題唔單止係儲唔到錢，即使你儲到錢咧，其實你每年都蝕緊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想俾觀眾朋友一啲畫面。咁我嚟描述一個跟住系統行嘅普通打工仔嘅生活。22歲就大學畢業啦，咁就開始進入呢一個企業度工作。月薪嘅額面咧就係22萬 yen， 咁但係你真正到手嘅 Tedori咧，大約就係17至18萬 yen 左右。呢啲錢又要租屋住 Kitty 其實都所剩無多。咁如果有貸款讀大學嘅話咧，喺呢啲時間你仲要開始去還貸款。咁去到25至30歲，人工慢慢升，咁但係同時生活費都升嘅喎，通脹開始蠶食你。去到呢一個人生階段，通常就會結婚啦。婚禮費用平均大約300萬 yen， 部分自己出，咁啊部分就係可能你個屋企人 support 你咁樣咯。咁跟住咧就係去到30至35歲呢個人生階段，咁進入呢個人生路就係買樓啦。咁當你一買樓之後咧，你就孭咗幾十年嘅按揭喺身上。咁你除咗每個月供樓，你仲要交呢個管理費同埋呢個修葺費用。咁去到呢個年齡生小朋友都係好適合噶啦。咁保育費每個月3至7萬 yen。日本政府有補助，咁但係唔係全部 cover 到噶嘛。咁跟住就35去到40歲啦，人工終於升啦，同時稅都升啊。咁同時撫養控助開始減，咁父母又開始年紀大咯。咁喺你嘅支出選項入邊又會增加一個新嘅，就係護理費。咁去到退休，你以前交嘅年金，咁當你扣晒通脹之後，其實嘅購買力已經係大幅縮水。呢一個係日本 standard 嘅生活劇本。你唔係冇努力，只不過你係被系統規劃晒。講咗咁多，咁係咪喺日本只係得呢條路揀，咁就冇辦法可以有突破呢？根據 Yoshi 媽媽我影片嘅套路咧，大家都會知道跟住嚟嘅答案就一定係話俾你聽，唔係。咁但係你亦都要知道，你同時係需要做出一啲咩嘅改變。咁我就整理咗4個突破嘅方法去同大家分享。咁第一個方法就係去善用呢個 NISA。咁之前我有影片都有提過NISA 呢一樣嘢。咁喺2024年，日本政府推出新嘅 NISA 制度。咁每年可以投資最多360萬 yen， 咁就全部都免稅嘅。咁就長期投資複利效應。呢一個係日本政府少有真正俾到你着數嘅制度。咁但係大多數嘅日本人都唔用，因為日本人嘅投資教育係非常之低。咁如果你去用嘅話咧，其實你已經贏咗大部分嘅人㗎啦。咁方法2咧就係副業嘅合法化。咁近年咧，日本政府開始推動呢一個副業解禁。咁越嚟越多嘅公司都好準啲員工去做佢哋嘅副業。咁如果你有一技之長，你識翻譯，你識得設計，其實你可以合法地喺你工作以外咧去揾多一份收入咯。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就係，你副業嘅收入1年咧超過20萬 yen 咧，咁你就要報嗰個所得稅㗎啦。咁第3個方法就係轉工。咁日本傳統大企業嘅薪酬係出名低㗎啦。咁年功序列啊嘛。咁但係外資企業就唔會跟呢一套，咁佢哋係會根據你嘅能力嚟決定你嘅薪金，咁就唔會係用你嘅年資嘅。IT 金融同埋外資顧問咧，咁呢啲行業嘅薪酬咧可以係傳統企業嘅2至3倍。最後第4個方法就係搬屋，咁遙距工作，甚至乎重新考慮喺日本呢一個選擇。喺而家呢一個 work from home 嘅時代咧，咁越嚟越多人選擇咧就搬去呢一啲消費平嘅地方。咁但係同時佢哋係攞緊東京嘅薪水。咁日本政府又試行呢一個移住補助金，咁最多可以有100萬 yen。
咁當你搬去一啲消費低嘅地方，你嘅生活費下降60%，咁但係同時你嘅薪酬又唔變。咁仲有一個更大嘅問題值得諗，就係你係咪一定要留喺日本呢？如果你係外國人咧，你係有選擇嘅，咁你可以選擇翻去自己嘅國家嘛。咁好多喺日本工作過嘅人咧，咁佢哋就選擇攞住喺日本工作嘅經驗啦。咁佢一啲可以 offer 佢哋更高薪酬啊，咁但係生活費又更加低嘅地方。咁呢個唔係放棄或者係逃走，而係你用你自己嘅經驗，用你自己嘅能力，放喺一個性價比更高嘅市場。觀眾朋友，我並唔係要恐嚇大家。咁日本係一個好地方，咁呢度居住環境好舒服，又安全又好有秩序。咁但係如果你係抱住一個嚟日本打工就可以儲到錢嘅諗法，咁你就要清楚知道，呢個系統唔係為咗幫你去累積財富而設計嘅，佢係為咗令系統繼續運作而設計。咁當你知道呢個遊戲規則係點樣玩，你先至可以用魔法打破魔法，去打破呢一個規則。觀眾朋友，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幾 interesting 啦，亦都幫到你嘅話咧，咁記得幫我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有興趣嚟日本，又或者已經喺日本生活嘅朋友。咁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睇完今集你嘅諗法。咁我頻道今年嘅目標係完成3萬訂閱，我希望你係可以成為陪住我成長嘅一個。多謝你嘅支持同埋收睇我嘅影片，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